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铁太鲁阁的事故，夺走着49条的人命，有200多个人轻重伤。意外发生到今已经3个月，交通部总算来公布着行政调查报告，但是这份报告罹难者的家属无法度来接受。第一，嘛是去互调查的监造的单位联合台地，竟然嘛来参加着调查的过程，家属是来痛骂讲这是救援兼裁判。第二。听法的名单上悬，敢若到台铁局的副局长，这个层级上低了。罹难者家属是真愤慨，讲根本看袂到台铁改革的决心。因讲，若是2018年普悠玛的事件迄届，台铁就彻底来改革，安尼无的确，因心爱的至亲都袂拄到悲剧咯。啊，交通部嘛来发出条声明，讲认同台铁需要来改革。啊，针对有家属希望和解书甲协议的内容，爱过来修改，伊嘛尊重家属的意愿。当初2018年台铁出事的时候，如果那时候台铁可以改革的话，如果在去年调查出来必须要修改工程，应该要做好一个好的维护，或许我的女儿10月2号就不会走了。受到查某囝医院真伤心，台铁太鲁阁号事件内面有49个人往生，200多人轻重伤。交通部的行政调查报告伫昨昏总算公布，不过罹难者家属无法度接受。在过去100多个日子里面，家属一直在问：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？台铁，你告诉我真相；国家，你告诉我真相。监造单位联合台铁应该是被调查的对象，却被邀请共同调查，和这份报告的公正性令人质疑。求援兼裁判，以政府的作风，其实我不意外。这个报告内面处罚的名单上悬的层级，敢若到台铁的副局长。虽然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讲，等到8月运安会报告内面都有新的事证，会阁调整处罚的名单。不过罹难者的家属敢若想要知影讲，台铁敢有痛定思痛，话讲要改革敢做会到？为普悠玛，搁到太鲁阁号，偌济家庭破碎，偌济生离死别，等8外天啊，这份有那无的调查报告，互罹难者的家属更加心痛。